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，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事，下个时节手留斯坦人大追股，不过你下俺们的小鸡强喵，还会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因为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冲下落去了哦。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。推动到嘞！其實我無接接來推動，我對推動嘅客人嗰下唔啲，但係來都來咧，我就帶你嘅冒險嘅心情，看有乜嘅好料好搞嘅，看有乜嘅客家好錢。我來推動嘅朋友很好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嘿，是饭店吗？嘿，我朋友老愛播啊，嘿講你朋友客家菜。有。我看呀，傳統種迄西餐的呢。我哋本身係客家人，我哋餐碟係有客家鹹豬肉燉飯。哦。客家鹹豬係我媽教我做嘅燉飯嘅關鍵味，你要試看看嗎？好啊好啊。我經常係啉咖啡係飲茶。咖啡。咖啡好，冷嘅嘛嗬。嘿，冷嘅。哦，冇問題。好，炒料蛋好嗎？好，冇問題。料蛋腸好，好。順風嘅。唔係。客家鹹豬肉燉飯。哇！冷嘅咖啡。啊，什麼？怎麼稱呼？我想幫。哦，蒙頭揀用。你好，你是看，嘿米啊你說，你盆啊，你米係關鍵的兩斤米，啊，你豬肉係推動的問題就一般的客家鹹豬肉啊，攏係個配的3層肉較多，啊，你我來去改良，我來改米線肉較嫩，較唔會按到油啊。你是看。細妹較好食啦，吼。嘿。佢頭揀用斷過來嘅時間啊，掉過來嘅時間，我就劈到個梅頭，因為佢翻喺小小嘅，佢有個蒸汽嘛，啊，佢當尾很用個鹹豬肉。很多單位含有一個迷迭香，那個熱氣這樣衝上來就很香，有沒有？哦，你試看。哦，我試看。你啊鹹豬肉放了燉飯，因為上都係用嘅，迄馬祖用老人講嘅啊，還是蹦到嘅。我細個下度聽人我媽媽做事，我媽媽係盤族嘅師傅。但係該盤族該係中式嘅，這樣係西式嘅。我有一張夢想，就是想要客家料理啊，洋食化，就是讓客家的東西吃得比較精緻。因為一般客家人都台菜啊，都煮到凍豆。我想讓大家攏是客家菜，唔是食到按貴重粥，按多油的東西。係啊，咱假使出來攞杯料，衝來出來推動料，然後人家變傳統就適到了西餐的方式，但又適到客家美食。我那這邊懂熊呢，跟梅頭，而且會很舒服，迷迭香的那個會比較柔吧，那個鹹豬肉的那個很強的味道，平衡掉。啊，你家還有乜個想法，新的想法做乜個創意的料理？我有過來會推出的係個梅乾肉，嘛係搭配燉飯。係老人推薦哦，係老人建議，這種碗該我就係烏魚子。你好食無？這種碗該鵝肝。我係有上過會出這種啦，我係會碗該鬆板。鹹脆，然後該德國豬腳咩懂答啊？Good idea，你都係請來做顧問。做。今天是。
哎呦，推动师凤梨过手，听讲叶片为主脚球水，迄福山的注水变成的，看教练有吹嘛，我留福山的落 battle 一下。小朋友有一个统领哥哥哈，要来跟我们一起踢球，我们表示欢迎。大家好，对，教练好，好，你好，教练好，你好，教练，我想踢球，欢迎你，我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一起跟我们踢足球。太好了，对，但是我不会踢呢。足球跟骑脚踏车一样，你学会了终身都不会忘记，它是很简单。他们好像很专业呢。对他们，因为从幼儿园他们就接触足球。那你们要教我哦。是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到这边排队，我们一起来。哦，大家像吃饭一样嘞。哎呦，没关系，哎呦，好难哦。好哦。耶！我重新了。哎，谁比较弱？快点，谁比较弱？我要抢谁的？就你。嘿，哎呦！快喽，保护球。走啊，你们可以先回去。快抱起来！没有啊？不是，有吗？有。走，没那么强啊！对他很强，哇塞，他4年级。走了，尽量去把球接起来，好，往前拨一下，然后呢，拨一下，然后呢，拨就踢吗？对，往前拨就射了，助跑一下射了，哎呦，对了，小心了，不要射，不要射镜头，走，对，小拨一下，助跑，对，小拨一下，好，可以，小拨，对，哦，好难哦，脚软了。王力哥哥，你助跑一下，好，好，你助跑，眼睛看球，对，来，你们，好球，好球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我们要踢哪一个框？哦，开始传球，哎呦，传球都传球好快哦 ，Go！ ，Go！ 不要挤一堆哦。哇塞，我都没有踢到球哎！好，绿色的球，王力哥哥在哪里？哎呦，头顶，嘿，哎呦，球放下来，一个拿，不能用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王力哥哥传球射门，嘿，啊，夹球犯规了，对不起。好 pass， 耶！我助攻哎，你是绿队的吗？对呀。啊，开始，都倒传，周长燕在后面。快！哎呦喂呀，累不累？好累哦。走了，横着没有人走。哥哥头顶，耶，好球！哎呦，手放大了。放下来传球，好球！哇，铲球哦，好球！啊，差一点点。好，朱一伦在哪里？啊，小分，警长，蓝队的，快哦，时间快到了哦。徐子杰接球哦，
哇，好强哦！ keeper。对，哎呦，太快了！很大，耶！给再走，给再走。哎，你给我了吗？继续继续。哦，大话金钩哦。时间到，中间集合。小朋友，比赛结束，累不累啊？我很累，不好玩？好玩比赛结束的。虽然有输赢，我们就比赛结束，什么都结束了。是那谢谢红领哥哥今天跟我们一起比赛哦。谢谢大家。有没有看到红领哥哥全力以赴啊？对，他做了好几个好 pass， 还有一个头顶的人，差一点得分，差点脑震荡。对，所以不容易哦哈。小妹做什么就投入。啊，你们不会累哦？你们这样子好累。所以你们喜欢踢足球吗？那你们想要踢到几岁？踢到100岁哦。对。踢到踢不动为止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要当国家代表队。太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！来 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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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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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教练，你啊教9年呢？我93年进来，93年的9月21，9月21是我们的足球队的生日。啊，该楚奎是你用来想要搞了足球啊？因为我一直认为，我为什么台湾赢不了日本？哈，所以我刚进来的时候带了一批3年级的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等你们6年级毕业的时候，我会带你们到日本东京去踢球。结果就真的带他们去了。带他们去了，对啊，然后跟日本小孩踢，我们不会差太多哎。那后来我自己回来自己想，应该我们的台湾的足球大环境没有日本那么好。日本因为它又有职业队，教育的对，那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。那看有的福桑的迄该外国人哈，对他们有的是为了踢足球转到我们风里来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有的是市区的，有的一个是台北转来的。台北来到台东。对，因为他的阿嬷也住这里，然后阿嬷我跟他认识，所以他认为这个足球环境适合他。是。那小孩子对足球他也有梦想，他说他以后回英国踢职业队。啊，真的。对，是。哦，对，我刚才有一个在英国的那个对小朋友。对，那个泰荣。啊，刚才还有一个 CMO 也没懂讲。我说他要当国家代表队没什么难啊，真的假的？他身体素质啊，他那种爆发力啊，真的是有。我们这边原住民小朋友居多，所以他们唱歌、跳舞、运动是他们的专长，这是他们的亮点。所以我们应该是适性教育对他们才找到自信心。真的，台东这边有红叶少棒队，是啊，你们之后风里也会有一个，我希望能营造这种感觉。足球的国家代表队，对啊，有，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踢国家代表队了。我想透过足球让这些小孩看到一个方向了，一个目标了，这是我想要的。好，教练谢谢。不会啊，谢谢你们，听得很感动。是，对啊，好，看他们应该也是玩得蛮开心的。到天黑了都还不回家，团部的呢，你俩教球的。是啊。